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睇片之前呢，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多謝晒啊！今日我想同大家講清楚呢單已經纏繞咗香港近10年嘅事。恒基地產主席李嘉誠先生終於喺2026年2月13號正式入稟高等法院，控告藝人周秀娜誹謗同騷擾，同時仲告咗5個 YouTube 頻道同 Google LLC。呢個決定唔係突然嚟嘅，而係經過10年忍耐，一次又一次傷害之後，忍無可忍嘅結果。李嘉誠先生喺官方聲明入邊講得清清楚楚，佢同周秀娜絕無任何關係，從來唔認識佢，亦冇任何意圖去認識佢。呢個立場佢堅持咗10年，從未改變。但問題就係呢個傳聞從2016年開始就已經被周秀娜嘅行為點燃咗啦。2016年，周秀娜宣傳自己主演嘅電影期間接受咗訪問，之後大量媒體用搭上已婚超級富二代、被人包養呢啲標題大肆炒作，公眾自然對號入座，聯想到李嘉誠先生，因為佢當時已婚恒基地產富二代嘅身份同描述完全吻合。呢啲報道唔單止誤導大眾，更令李嘉誠先生突然收到好多傳媒查詢，甚至連已故星島集團主席何柱國都親口問過佢。咁當時李嘉誠先生呢就覺得清者自清啦，唔想公開回應，於係呢喺2016年3月4日透過律師正式發出律師信警告周秀娜，如果再有任何虛假陳述、暗示或者表達兩人有關係，就會採取法律行動。周秀娜當時透過律師回覆否認，但之後呢個傳聞冇停過，反而越傳越廣。10年嚟，無論內地、香港甚至海外華人地區，主流媒體、社交平台、YouTube， 到處都係失實文字、捏造視頻、AI 生成假片，部分內容呢仲扯入完全無關嘅女性，甚至虛構刑事情節。呢啲唔止損害李嘉誠先生個人名譽，更嚴重影響到佢太太徐子淇、父母同埋整個家族。李嘉誠先生一直選擇沉默，相信時間會還原真相。但係2025年3月17號，佢父親四叔李兆基博士喺跑馬地養和醫院安詳離世，享年97歲。家族正處於最悲痛、最低調嘅喪親期，舊聞本應淡化。點知僅僅3個月後，2025年6月，周秀娜為新電影《私家偵探》6月12號上畫，宣傳接受前 TVB 主播方健儀嘅 YouTube 節目《女人謊言》訪問。呢個訪問係成件事嘅轉捩點。李嘉誠先生嘅入稟狀同聲明入邊明確指出，呢次訪問係預先溝通要談，被包養傳聞，證據好簡單直接。首先，周秀娜喺節目入邊，當方健儀問到呢個傳聞嘅時候，佢笑住講：真係好感謝你問我呢個問題，仲話從來未俾人問過，真係好冤枉，我唔認識㗎，真係。但李嘉誠先生指出，周秀娜過往已經被其他媒體，例如壹週刊問過類似問題，呢個從來未俾人問過，明顯有誤導成分。其次，方健儀喺自己 Facebook 專頁親自回覆一位網民 Lawrence Lee 嘅留言，講明我唔玩突襲，事前溝通好。呢一句公開回覆成為鐵證，證明周秀娜事先知道會被問呢一個敏感題目，並同意討論。訪問播出之後，結果大家都知道，新一輪失實討論、內容農場視頻、AI 假片即刻爆發，部分內容甚至捏造涉及李嘉誠先生太太同父母嘅情節，令公眾誤以為家族牽涉刑事罪行。李嘉誠先生喺聲明入邊用咗一句好沉重嘅說話，猶如在李先生及其家人嘅傷口上撒鹽。呢個時間點絕對唔係巧合。電影宣傳期，父親剛離世3個月，預先溝通敏感題目，笑住感謝提問，訪問之後立即引爆新一輪炒作，呢啲全部串連埋一齊。李嘉誠先生有理由相信周秀娜係故意重提呢個已經知道會引爆公眾聯想嘅舊聞，目的就係利用佢嘅名氣身份，為自己增加曝光，宣傳電影，達到個人利益。李嘉誠先生呢過去10年啦，一直清者自清，冇公開回應，冇起訴。但係呢次佢覺得已經超出合理界線㗎啦。佢多次透過律師要求 Google 移除相關失實內容，但平台冇行動。於係今次佢同時告周秀娜5個 YouTube 頻道，包括 Smart Travel、娛樂包包包、娛樂大嗨家、
Happy 娛樂、娛樂加油站同 Google LLC， 目的係釐清事實，制止網絡欺凌，保護家人名譽。有好多人問呢單官司李嘉誠先生告得入嘅機會有幾大啊？根據香港誹謗條例，民事誹謗案嘅舉證標準係可能性平衡，即51%就夠。原告需要證明3樣嘢：言論已經發布，言論具誹謗性，指向原告本人，被告可以抗辯，真實公正評論，受約制特權等。李嘉誠先生呢邊證據鏈好完整。2016年律師信往來，證明周秀娜早就收到警告，知道呢個話題會造成誤會。2025年6月訪問錄像方健儀 Facebook 公開回覆，時間線電影宣傳加父親逝世之後3個月，證明係預先安排，明知故犯。傳聞造成實際損害，公眾對號入座，媒體頭條，家人被攻擊 ，AI 假內容，甚至已故何處國都問過，呢啲都係證據。周秀娜雖然喺訪問同聲明入邊否認關係，但呢個澄清本身就係再一次發布話題，引發更多嘅失實內容，等於再發布 republication， 法律上可能要負責任。香港法院對名人同富豪嘅誹謗案，雖然要求原告容忍較多批評，但唔係無底線，尤其涉及網絡欺凌、AI 假片、家族喪親其傷害，法庭好嚴肅。類似案例，例如名人告媒體、屋苑業主告誹謗貼文，好多時原告都勝訴，獲賠償、道歉、禁制令。平台如 Google， 如果冇合理移除失實內容，亦可能負次要責任。李嘉誠先生聲明入邊已經講明，如果勝訴，賠償會捐慈善，呢個唔係為錢，而係為真相、為子孫、為保護家人。佢有錢。有資源、有證據、有律師團隊，呢單官司唔係有錢人玩遊戲，而係忍無可忍嘅正當維權。周秀娜喺2月13號晚發咗聲明，話感到意外、深感委屈，從未暗示關係。舊年訪問已否認，相信事實自會還原，自己都係網絡欺凌受害者，會委託律師跟進。呢個回應好快就得到一班粉絲支持。留言話娜姐加油，有錢人蝦人委屈，但係周秀娜心底裏邊其實都清楚，2016年佢已經收過律師信，明白呢個話題會點燃誤會。10年後喺李嘉誠先生家族最脆弱嘅時候，佢又選擇重提，仲預先溝通宣傳電影，笑住感謝提問。呢個唔係單純澄清，而係明知會再爆發，卻仍然去做。結果事件再次燒大，媒體頭條。YouTube 新片討論區對號入座，佢自己又一次得到免費曝光。李嘉誠先生唔係因為周秀娜承認關係而告，佢從頭到尾都否認，而係因為佢繼續利用呢個傳聞為自己博流量、宣傳作品，對佢同家人造成持續嚴重傷害，尤其喺父親剛離世之後。呢個行為等於喺傷口上撒鹽。案件目前仲未排期。法庭會審視所有證據、律師信、訪問錄像、Facebook 截圖、網上內容、時間線、損害程度。法律程序會慢慢走，但係證據擺喺度，勝訴機會相當高。最後，我想講句公道說話，呢單事已經變成香港娛樂圈豪門網絡欺凌嘅大戲。網上好多人只係睇表面，覺得弱勢藝人對抗有錢人，但忽略咗10年嘅忍耐、2016年嘅警告、舊年6月嘅預謀、家族喪親嘅痛楚。周秀娜自己心底裏邊最清楚發生緊乜嘢事，佢知道自己從未同李嘉誠先生有任何關係，卻一次又一次讓呢個傳聞燃燒。佢知道2016年已經收到警告，卻喺2025年6月選擇重提。佢知道呢個做法會傷害一個剛剛失去父親嘅家庭，卻仍然為咗個人宣傳去做。如果我係佢，我會選擇低調，避免再提呢一個話題，更加會主動同李嘉誠先生道歉，承認過去嘅行為無意中助長咗謠言，對佢同家人造成傷害。呢個先係真正勇敢同負責任嘅做法。事實終會還原，法律會還公道。希望呢單事可以俾大家一個教訓，言論自由唔係無限，唔可以為咗個人利益就隨便點燃一個會燒傷無辜家庭嘅火。
保護自己名譽，同時尊重他人嘅名譽，先係成熟社會應有嘅態度。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更清楚睇清整件事嘅來龍去脈，真相只會越嚟越清楚。嗱，最後咧要提一提大家啦，見到片尾咧有幾格嘅畫面啦，呢啲咧都係屬於我哋其他嘅影片，有其他唔同嘅題材，咁啊大家不妨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啦，多啲選擇或者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多謝你哋嘅支持，係咁先，拜拜。